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高息香港嘅頻道。高息香港係一個講下點樣搵多啲錢嘅頻道。例如我哋會介紹下不同嘅收息方法，例如房託、收息股、債券、指數型股票基金等等。同時，係香港生活，樣樣嘢都貴。除咗開源，我哋都可以諗下點樣節流。因此我哋呢個頻道都會介紹不同嘅優惠資訊俾大家，例如係香港及大灣區嘅優惠。今次呢條影片我哋會講下一隻少人留意的高息股——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。我哋都好簡單介紹下間公司先，之後再講佢最新份業績。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，簡稱百富環球或百富，是一間深圳起家的電子支付終端解決方案供應商。百富環球於2000年在中國成立，並於2010年12月20日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，總部設於香港，研發及營運中心主要位於中國深圳，並設立分公司於美國佛羅里達州、意大利米蘭、南韓、日本及印度。百富環球係2002年至2007年起獲選為銀聯商務、中國銀行、交通銀行、招商銀行、建設銀行及農業銀行的電子支付終端供應商。公司是少數早期拓展海外市場的中國電子支付終端解決方案供應商。2008年開始進入美國市場，目前與全球超過90個分銷商及夥伴合作，銷售產品至超過120個國家。自2007年起，百富環球一直是全球10大電子支付終端供應商。根據尼爾森報告，百富環球現時為全球第2大銷售時點信息系統 POS 終端供應商。電子支付終端全球總出貨量超過7000萬台。聽到呢度，大家應該會了解公司有一定程度的護城河，就係中國很多國有的銀行都使用佢的電子支付機，同埋就係呢間公司的生意好全球化。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，都會聽過百富環球美國子公司係2021年遭美國聯邦調查局搜查，但後來都沒有證據證明公司違反美國法律。因此雖然未來幾年美中會打貿易戰，但相信對百富環球影響不大。我哋跟住講佢最新份業績。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於2025年3月20日公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，收入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6709.300萬港元，減少 9.9% 至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6044.900萬港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毛利率為 47.2%， 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 44.6% 上升260基點。上升主要由於人民幣貶值所致的成本下降及銷售組合的變化。年度溢利為720.900萬港元，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165.100萬港元下降 38.1%。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155.1
200萬港元，下降 38.2%，至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713.400萬港元。於2024年12月31日，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3083.600萬港元，以美元計值的短期銀行存款162.500萬港元，及並無借貸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，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為1162.700萬港元。簡單而言，百富環球係一間賣電子支付機為主的跨國公司。2024年，百富在意大利、英國、法國、東南歐、南美等市場取得可觀的銷售成果，在日本和印尼的市場拓展成效顯著，年內銷售額雙創歷史新高。但在巴西、德國和西班牙等國家則銷售放緩，其他地區就不過不失。而埋單計2024年收入及利潤下跌係因為訂單總數下跌。年內公司已向股東宣派及支付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股息，每股普通股0.24港元。為數約2.548億港元。呢間係一間淨現金公司，手持30億港元，沒有問銀行借錢，單計手上現金都夠派5年股息。此外，公司近年不斷提升派息比例及金額。2024年派息比率為 73.2%， 每股派息0.49港元。而2023年派息比率為 40.9%， 每股派息0.44港元。我哋都做少少展望。作為一間賣電子支付機的跨國公司，其實百富環球有大量競爭對手，唯一有的護城河在中國。背後原因相信大家都明白。公司係業績中表示，集團正積極完善在西非經濟貨幣聯盟區域布局，加快推進其他型號的認證工作，因此預期未來西非的出貨量將持續增長。但對成盤業務而言，我哋估計佢生意只會平平穩穩，更有可能好似2024年般收入及利潤再有下跌。因此我哋唔會期望公司未來收入及利潤再有好大的增長。以2025年4月2日收市價 4.88 港元及用2024年每股派息 0.44 港元計算，現價買入有10厘息。我哋都簡單做個總結，點解百富環球是有投資價值的高息股。第一，佢係中國有護城河，有大型中國國有銀行長期幫襯。第二，佢係一間淨現金公司，手持30億港元，沒有問銀行借錢，單計手上現金都夠派5年股息，沒有問銀行借錢，又唔需要擔心利息支出影響派息。此外，公司上市多年，同埋有10年時間的派息紀錄，而近年更不斷提升派息比例及金額，以回饋股東。因此百富環球是有投資價值的。最後都講少少技術走勢，百富環球係早前盈警同埋出業績後股價都係牛皮，好似上市低位。因此如果大家係對呢隻股票有興趣，可以留意下佢仲會唔會再跌低啲。暫時睇都係4元8角至5元間左右上落。如果再跌低啲咪睇下會唔會落 4.4 港元甚至4港元。跌低啲股息率又會高啲。大家最緊要知自己買嚟做咩。
如果係收息平啲買貨更佳。如果係炒家，咁就係另一個故事了。雖然百富環球是有投資價值，但大家都要注意風險。我哋呢條影片不是投資建議，大家如果想投資，最好自己研究下間公司值唔值得買，同埋記住唔好借錢投資。仲有就係唔好投放太多資金去單一隻股票去收息，因為任何公司就算以往表現幾好派幾多息，都唔保證下次一定會派息。大家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。大家買股票前可以自己做一個簡單的壓力測試，就是假設如果自己想買的股票買入後股價跌至零又唔會有息派，自己會點？如果係唔影響自己正常生活，唔會瞓唔到、食唔到嘢就可以了。相反，如果會影響到自己生活，咁大家就唔應該進行今次的投資。希望今次呢條片可以分享到一啲資訊同諗法俾大家。唔知大家又點睇百富環球呢一隻股票呢？你又會唔會持有嚟收息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哋聽你嘅睇法。喜歡呢條片請按讚、訂閱及分享呢個頻道俾你嘅朋友，謝謝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